如果又想揾別墅又唔想裝修嘅，大家可以睇完呢條片啦。全新裝修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嘅，可用嘅面積咧大概係360方度嘅，地上3層。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嘅，總價咧300零萬 OK 啊，單邊位啊，全新啊，有車房俾到大家嘅。我哋先從呢套單位入門口嘅位置開始睇，同時二龍山呢個小區咧正中大旺，環境係比較舒服嘅。隔離咧就係五季山脈同埋羅山妹，加上高爾夫球景嘅位置嚟嘅，所以日後居住喺呢度咧，無論你去做下爬山嘅運動啦，或者去同朋友打下高爾夫。非常之近嘅，咁三鄉咧一直都係港澳人士後花園嚟嘅，咁呢個小區都非常多我哋港澳人士啦。咁我哋今日睇呢套單位咧，屬於一個雙拼嚟嘅，左右一間。我哋今日睇嘅係右邊呢一間，屬於單邊位置。當我哋打開門之後咧，喺呢度位置可以直接揸車去到我哋車房嘅位置，可以泊一架車啦。咁呢度再泊多架都係 OK 嘅，相當於可以泊2架車。可以直接喺我哋負一層步行翻屋企嘅。如果追求開門比較方便咧，換翻一啲電動閘門就 OK 啦。咁同時呢個小區咧，你步行出去好多食街嘅，好方便。無論你喺呢度居住或者去周邊買餸食飯，同埋一啲度假咧比較方便嘅。我哋依家入去睇下呢套單位嘅設計先。如果我哋日常步行咧，就喺呢個位置行上嚟咧，就屬於1樓啦。每寸位置咧做到恰到好處啊！啲樓梯咧又比較順啦。左手邊係做咗一啲植被嘅，大家可以睇下唔同嘅花草綠植，一年四季咧都有唔同嘅花。後期有自己興趣嘅話，可以換翻一啲中意嘅款式都 OK 嘅。咁右手邊呢個位置咧，到時中意養魚啊，或者種下啲植被啊，都 OK 嘅。依家呢啲咁嘅花草咧，我個人睇得都係心曠神怡，好靚仔，好舒服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下整個環境都好安靜啦。咁呢個別墅嘅外觀咧，全部都翻新過噶啦，執得好靚仔嘅。所以後期你好簡單買啲生活用品咧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咁呢度位置咧，到時可以裝翻啲鞋櫃啦，或者擺啲張台仔喺度睇下自己嘅別墅園林啦，都 OK 嘅。從呢度入去咧就係呢套別墅1樓嘅位置，我哋可以稍微望下啦。佢裏面嘅裝修咧，全部都係新中式嘅感覺，都好新淨嘅。入嚟右手邊咧係有一個廚房啦，U 型嘅設計。咁上邊啲櫥櫃啊、電器啊有齊晒噶啦，包括冰箱有齊晒，所以打掃下衞生都 OK 噶啦。我哋今日睇呢個別墅區咧，佢係有煤氣管道直接到屋企嘅，因為三鄉80%嗰啲別墅咧都係用一啲平裝器嘅，相對嚟講呢個單位你使用起身咧會更加方便少少。入嚟右手邊咧係有個雜物間嘅，咁呢個雜物間咧就睇翻興趣嘅。依家業主咧係裝咗監控放喺呢度作為一個位置，咁呢啲有埋啲櫃噶啦，到時咧可以擺下啲乾貨啦，擺下其他嘢都 OK 嘅，包括防蚊網都做埋噶啦。呢度咧有需要嘅睇翻興趣啦。過嚟之後有個公區嘅洗手間啦。然後再睇過嚟咧，就屬於我哋呢套單位嘅餐客廳啦。咁啊，餐廳咧係做咗一個6人位啦。到時唔中意呢啲款式嘅話，換翻啲台就 OK 啦。有埋一啲餐邊櫃，呢邊有埋防蚊網，採光足夠嘅。咁呢啲更加偏向我哋一啲年紀大嘅朋友可能會比較中意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追求呢種款式嘅。當然後期如果唔中意嘅情況下咧，其實我哋換翻一啲現代少少嘅家私就 OK 啦，因為呢啲嘢係全部搬得喐嘅，所以相對嚟講係比較便利啦。天花吊頂燈飾有齊晒噶啦，包括防蚊網都可以感受得到噶啦。雙層隔音玻璃，客廳望出嚟咧係一個後花園嚟嘅，相當於係360度一個採光，有前後花園啦。花園仔全部硬化晒噶啦，所以後期中意養魚嘅話，我哋右手邊個位置係遺留咗。後期有機會養魚啊、種花啊，睇翻興趣嘅，全部種晒一啲比較靚嘅植被啦。隔離咧都喺度裝修緊㗎啦。三鄉片區裏面呢個別墅區嘅入住率咧，相對嚟講高好多嘅，因為周圍都有裝修同埋入住咗㗎啦。因為佢個位置咧係我個人認為比較靚仔嘅，安靜得嚟咧個空氣質量都比較靚。大家可以從我哋視像裏面感受下呢個別墅嘅外觀啦。主要係3層嘅。咁我哋1樓大致嘅情況就係咁啦。如果有邊啲位置我冇講到嘅，大家可以留言。左手邊係有側邊花園嘅，做埋植被同埋一個淋花嗰啲水管喉噶啦。咁呢套別墅咧，從呢度上去咧係我哋2樓休息區。我哋先落去負一層睇下地下室嘅位置啊。
咁加上我哋呢套單位中間嘅位置咧，大家有需要裝電梯咧都 OK 嘅，足夠位置俾到大家裝電梯嘅。呢度咧就係啱先片頭講嘅停車庫位置啦，泊2部車完全 OK 嘅，有齊晒噶啦，電動閘門一鍵啟動咧可以直接翻嚟噶啦，停好車直接上落。落嚟咧相當係負1層啦，咁依家咧主要係做咗一個飲茶區嘅。咁呢啲家私咧，其實唔啱係可以搬走換翻自己中意嘅款式嘅。如果中意唱歌嘅朋友咧，將啲台換晒佢，裝翻啲投影儀啊，擺翻啲沙發啊，就可以實現唱歌啦。左手邊咧係有採光井嘅，負1層咧就冇太特別啦。咁裡面呢啲位置咧有需要啊，自己可以裝翻一啲入牆櫃，咁你擺下雜物啊都 OK 嘅。其實左手邊呢個位置仲有個空間嘅。裏面呢度咧，我哋可以作為一個紅酒窖啦，擺下自己中意嘅酒品，放喺左右兩邊 OK 嘅，好多櫃。咁如果覺得太咩嘅話，第時可以搬走一部分都 OK 嘅。咁啊，呢度大致咧就睇翻興趣嘅。1樓負1，我哋基本上睇完啦。依家上去睇下2樓同埋3樓。我哋今日睇呢套單位咧，房產證咧就230幾平方嘅。咁可以用到面積咧，大概都係360方度啦。咁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可以俾15%嘅首期，剩低咧可以借銀行直接上會嘅。咁呢套單位咧總價300幾萬，首期嘅話可以做15%，剩低咧可以借銀行嘅。咁樣就可以實現買到一間靚仔嘅別墅，拎包入住嘅。咁後期需要用到嘅使費咧，其實唔大嘅。呢間別墅整體嚟講都比較靚仔。但係可以從我哋樹像感受下啦，南北通透嘅感覺。我哋先睇呢間房先。依家係放咗一個米八床，左手邊咧仲有斗頂嘅衣櫃，都係新中式嘅感覺。咁出邊咧係有個露台嘅，防蚊網啦，雙層隔音玻璃啦。呢個就係露台啦，太耐冇打理啦，有少少邋遢，我哋就唔行出去啦。喺露台望落去咧係我哋花園嘅位置，同埋側邊花園。相當於係270度採光啦，因為側邊呢度啊仲有採光玻璃嘅。呢度位置咧，到時擺個電視啊都 OK 嘅。防蚊網有齊晒，有埋空調、天花吊頂、燈飾。咁洗手間咧係喺裡面嘅，好闊落，甚至做長者房啊、老人房啊都 OK 嘅。嗱，乾濕分離，馬桶，同埋採光、防蚊網，將啲簾放落嚟就 OK 啦。洗手盆全部有齊晒，透間嘅設計。咁呢間房大致嘅情況係咁啦，我哋過嚟睇下另外一間客房仔。呢度位置到時裝電梯可以步行出嚟嘅，都係透間嘅設計，米八床、斗頂嘅衣櫃，出邊咧一樣係有露台嘅，好靚仔。到時晾衣服啊、擺下嘢啊，完全 OK 嘅。呢個露台一啲都唔細嘅，所以有想追求呢種南北通透又唔想裝修嘅，可以了解下呢套單位啦。裡面都係透間嘅設計啊。有沖涼房嘅，好乾淨、好整潔啊！後期咧好簡單，拖下佢、抹下佢就可以好靚仔啦。好闊啊！我一隻手打開之後咧都摸唔到邊，相當於大概係1.8幾、1.9一個寬度啊。有廁所啦、防蚊網啦、抽氣扇啦，有齊晒噶啦，好闊落。相對嚟講，呢個別墅真係比較方正好用。2樓就做咗2間房嘅咋，我哋上去3樓睇下個主人房先。如果大家睇片過程中咧，有邊啲位置我冇講到，又需要了解嘅情況下咧，可以留言啦。咁呢個別墅屬於我哋中山三鄉儀龍山呢個位置，咁吃喝玩樂咧係好方便嘅，出去門口已經係好多街市噶啦。無論你食早餐、飲早茶、買新鮮果蔬都有齊晒嘅。咁需要醫院嘅話，喺我哋儀龍山直行落去咧，2-3分鐘就去到新醫院嘅位置啦，好近嘅。如果中意浸溫泉嘅話，過去我哋中山溫泉都好方便，就喺醫院對面，幾分鐘時間。需要去前眼溫泉咧，就遠多幾分鐘，大概都係6-7分鐘時間。如果有需要過嚟到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喺三鄉係有直通巴士直接翻到香港嘅。咁喺港珠澳大橋揸車過嚟咧，大概30分鐘左右。係目前最多港澳人士集中嘅一個位置。如果你對呢套單位有想喺大灣區中山珠海揾個度假屋嘅，300零萬就可以實現啦。僅需要珠海一個平層嘅價錢就可以享受到啦。僅需要香港一個車位，珠海一個平層嘅價錢就可以享受到一個大別墅啦。3000幾尺嘅使用空間，
呢度可以作為主人房啦，米八床、斗頂嘅衣櫃、燈飾吊頂有齊晒㗎啦，防蚊網都做埋好晒。出邊一樣有露台嘅，到時飲杯嘢睇下出邊啲環境咧，好舒服啊！因為我哋望出去咧就係街市同埋五桂山脈嘅位置啦，上邊做埋一個玻璃頂，所以後期就算落雨嘅情況下咧，都唔會水淋熱曬咁辛苦咯。好簡單，打掃下就 OK 啦。相對嚟講喺呢度居住咧比較安靜少少咯。如果追求一啲比較休閒放鬆嘅感覺咧，呢邊單位可以俾得到你嘅。呢度有需要嘅話，我哋可以俾小朋友玩，或者作為一個會客廳飲茶啊、溫書啊都 OK 嘅，有埋採光噶啦。過嚟呢邊仲有一個秘密空間，大家可以睇下啦。直接望我哋右手邊個方向咧，仲有一個浸池嘅。如果有中意泡浴嘅朋友咧，呢個位置啊真係太好用啦！大家可以睇下，哇，坐喺呢度浸下池啊！喺香港做嘢咁辛苦嘅情況下咧，翻到我哋中山三鄉呢個位置，飲杯紅酒，浸下浴，真係非常之解壓嘅。浸完浴之後咧，我哋右手邊啊，仲有個乾濕分離沖涼嘅位置啊，所以後期咧喺呢邊享受生活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出去咧仲有個露台嘅，大家可以睇下，一啲都唔細嘅。可以沖完涼之後咧，喺呢個露台啊，晾衣服、洗衣服都 OK 嘅。喺呢度位置望出去咧，就五桂山景啦，下邊就別墅景嚟嘅。當大家睇到我哋左右兩邊周圍都有屋嘅情況下咧，所以可以想象下，其實生活喺呢種地方咧，個配套一啲都唔差嘅。如果你有想揾一個全新裝修實現拎包入住嘅度假別墅㗎，可以了解下呢套，總價300零萬，地下3層，有地下室嘅。可以停車比較方便嘅，食嘢步行出去嘅。喺呢度居住咧，僅需要幾分鐘時間就可以去到醫院啦、中山溫泉啦、高爾夫球場啦，仲有我哋附近嘅田心公園啦，包括去我哋三鄉嘅直通巴士站啦，都係5到10分鐘時間就可以實現啦。三鄉咧非常多我哋日常講嘅農莊特色菜式比較多，所以後期如果有想揾個比較解壓嘅，可以了解下三鄉呢邊。仲有一個情況就係我哋今日睇呢個小區咧，唔使擔心水浸，佢個地勢咧比其他地方高少少嘅。咁其他我哋唔廢話啦，我哋今日拍呢套單位只係我哋日常其中一個房源嚟嘅。咁我哋喺中山或者珠海、江門咧都有各種類型嘅別墅、大平層、低首期，可以俾到大家參考。咁我係主持人陳生，希望大家睇樓嘅路上咧越睇越順，走上住上自己心儀嘅屋企。